讲守上帝的话。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55章8节到13节。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到第13节，咱做伙来读。请耶和华讲：我的粮头毋是你的粮头，恁的路毋是我的路，因为天怎样较悬低，安尼我的路较悬你的路，我的粮头较悬你的粮头，因为亲像雨较细，对天降落，也无好倒转转。这是论这土地，土地像富袂结实，好野种的有种子，好食的有米面。我的厝所放出来的话，也要安尼，不但无空空倒转来我遮，伊是要诚做所欢喜的，要互我所找伊做得到平方。恁出去要欢欢喜喜，要紧带平平安安。大山细山要对恁面前出声唱歌，干野的树木拢要搭水，树白发生来退彩时，工事发生来退一个。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，做永远的证据，回回检读。今日要来请曾俊奎曾牧师来分享栽种神的话，来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来祈祷，希望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头前欢喜快乐，掠条见你的面，甲你的能力。主啊，阮真欢喜，也通对你的话受造就。阮即时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恳求耶稣的保护掠砍洗清阮的罪。也互阮靠着耶稣的名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来敬拜阿罗你，也感谢你赏赐圣神伫阮的中间充满阮，赏赐阮每一位智慧聪明的灵、魔力的能力、财帛甲敬畏耶和华的灵，互阮一生来敬畏耶和华，互阮伫你面头前来欢欢喜喜领受你的话语，遵行上帝你的命令，行伫上帝爱阮所行的道路内面。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当耶稣来到约旦河边，来要求约翰为伊行洗礼。约翰讲：应该是你来为我做，毋是我替你行洗礼啊。总是耶稣讲，我都爱尽主办的礼。所以当耶稣对水，约翰为耶稣行洗礼时，耶稣对水起来时。有圣神，敢若亲像剪仔、粉鸟啊，降临伫伊的身躯顶。突然间，天顶有声音讲：“这是我所疼的囝，这是我所疼的囝。”所以，伫迄个受洗了后，耶稣互上帝宣告，互众人知讲，即个耶稣是我的囝儿。所以，耶稣的身份是啥人？上帝的囝儿。后来耶稣受圣神引带到旷野40日，伫遐禁食祈祷，那开始魔鬼就来要试探耶稣啊。魔鬼就甲耶稣讲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囝儿，拄啊前一刻中，前一刻，上帝甲当众人宣告讲：这是我所疼的囝，恁就听伊。”后一刻，魔鬼要挑战什么话啊？你敢是上帝的囝？你若是上帝的囝，40天无食饭，足枵的无？我若一天无食饭，我就足枵的啊。结果魔鬼阁继续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你就应该将石头
甲伊变做面包来食。耶稣讲啥？人活着毋是靠食面，毋是单单靠食面，那是靠上帝伊喙所出来的话语。为什么讲即句？以色列民伫旷野40年，因食啥？因食上帝喙所讲出来、宣告所出来的玛纳。所以上帝命令有玛纳，玛纳就对天降临，对毋对？上帝命令有鹌鹑，鹌鹑就对天降临，对毋对？所以耶稣真清楚，伊的身份是啥物货啊？上帝的囝儿，对毋对？过来第二项，伊真清楚，伊无要，毋是干那单单靠着食面尔，搁较重要，伊靠啥物货啊？上帝喙所讲出来的话语。所以魔鬼一听到了，伊就甲耶稣讲：“OK， 你徛伫圣殿的顶头，你甲伊跳落来，因为圣经有讲啊，讲你若跳落来，上帝要吩咐使者，甲你用手甲你安怎踏着，你的骹就袂绊伫石头顶，对毋对？这魔鬼用上帝的话来对耶稣讲话呢。耶稣讲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。魔鬼无法度赢，伊阁用上大的引诱来甲耶稣讲，你若拜我，世上的荣华富贵拢要互你啊！耶稣安怎讲？讲爱单单侍奉敬拜上帝。所以耶稣面对试探的时，伊真清楚伊的身份是啥？上帝的囝儿。第二项，伊用啥物来赢过魔鬼的作为？上帝的话。咱今日主题要麻烦大家来正上帝的话啦。正上帝的话，为什么爱正上帝的话呢？真重要。咱拄仔讲对毋对？约翰福音1章12节，既若接待耶稣的，就信伊名的人，伊就想使恁宽并做上帝的儿女，有无？我请问咱大家，你有接待耶稣？你有信耶稣无？有诶，举手。有人无举吗？年轻人，你有信耶稣吗？有，要举手啊！要甲众人宣告讲，我是信耶稣。为什么我要讲这项？因为既然接待伊，就信伊名，伊就想使你宽并做上帝你的儿，做上帝的儿女。我要问你，你是毋是甲耶稣同款是上帝的儿女？对吼。所以耶稣有法度靠上帝的儿女的身份，宽并甲上帝的话语，甲魔鬼。耶稣讲魔鬼退去吧，单单侍奉主上帝，对毋对？约翰1书3章8节，上帝的儿女显现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有法度除灭魔鬼的作为无？那无啥，有无？你有法度无？我要讲，我靠着主，我有法度。所以伫哥林多3章甲咱讲啦，我常常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。我常常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神的人有神力对着伊。兄弟姊妹，你是毋是神的人？你是毋是上帝的儿女？神的人有神力对着伊，喙讲神方言，你啥物动物也无受灾害。奉耶稣基督的名会赶鬼，你会赶鬼无？会啦，唔好摇头啦。你是毋是神的人？你爱相信上帝的话啊！有无？你有相信无？摇头的人无啦。咱今仔改变一下啦。圣经安怎讲，你就安怎相信。神的人有神力对着伊，喙讲神方言，你啥物动物也无受灾害。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，净化病人，病人就好去。你有相信无？你呢？毋是詹牧师呢？咱在座每一个少年的嘛是安尼，你知毋知？你莫讲3岁囡仔，3岁囡仔净化病人，病人嘛会记得好，你相信无？爱相信对。伊用神力印证
所传的道理。耶稣就爱到旷野40日，禁食了后，魔鬼就来啊呢。上帝应允这项事发生你的面头前呢，是毋是？所以我搁一摆要甲咱确认，兄弟姊妹，你是毋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？是。靠把握袂好无？你是毋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？是。你有权利赢过魔鬼受敌所有的作为，有无？有。撒旦退去吧！讲一声，撒旦退去吧！一个月前吼，我迄台车开伫要到9月27就6年啊，一直修理，一直修理，一直修理，踮咧漏油，因恁大换22万，然后2个月前我发动机歹去调喺路中，警察甲我指挥交通，修理6万。1个月前，迄个离合器阁歹去啊，搭一声，结果。加在我有买7年的保固啦，嘿，伊有迄台车4年保固，搁买5年、6年、7年，第5年2万，第6年16000，第7年16000。结果最后一届讲保固不给你了，好工无去烧，爱纳足侪钱，我想讲这车毋知要开偌济啊，我就甲迄个修理厂的。头家讲，拜托你给我申请看嘛，因为保险公司歹赔吼。因为我头一届换迄个叫做变速箱油吼，啊，甲第2届换变速箱油应该要6万，结果我超过，因为我头一届提早换，啊，第2届吼换了2000公里换，但是我机油是准时的哦。伊讲保险公司讲歹赔，我就讲拜托甲我。因为遮搁咧保固啊，对毋对？我车敢若6年啊，我保固7年啊。啊，讲拜托你搁甲我问看觅，伊讲好，我甲你送去总公司问看觅。惨啊！迄天暗时困袂去啊。倒喺眠床，你讲啥？无道理啊！我保固搁7年呢，搁1年呢，年外呢。啊，保固期间你莫甲我保固，你莫甲我还，互我钱，我想讲应该120万。因为我毋知影爱偌济钱啊，一个离合变速箱换毋知偌济，咱可能比我较知影。迄天暗时就一直想，讲啊真无道理啊！啊这换毋知爱偌济钱哦，倒喺眠床吼，11点倒落，12点还阁目睭金金，一直想这项代志，我就想讲错了，我毋对啊！我毋莫阁想即项代志啊，想咧就困袂去，规工就困袂去，明仔载就惨啊！我就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伫欠客。伊带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伫安静的水边。耶和华灵魂精英，为着伊的名，互我行义的路。我就开始念安尼，念到尾规篇伤长啊，念4-5遍都啊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客。困去啊！困去啊！兄弟姊妹，咱人的一生会拄着真侪代志，我一生嘛拄着做代志的。常常为着想一项代志，想到暗时也困袂去，你有迄个经验无？有对毋对？咱拢互家己的头脑自由发挥，对毋对？咱拄啊，圣经讲啥？上帝意念行过咱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行过咱的道路，对毋对？啊，咱拄着代志，咱的头脑拢一直开始放啊，一直放啊，敢若眼泪拢袂停啊。为虾米？因为咱袂记上帝啦，互问题拢变做超过比上帝较大啦，有无？你有拄着问题无？无有人讲一生无拄着问题的啦。我捌一届吼，去互一个足亲近的人骂，毋是阮太太吼，先亲戚，骂一个我倒喺眠床3工拢无起床。有严重无？一直咧胖，一直胖，一直咧胖。总是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我现今宣告，我是上帝的儿女。上帝的儿女要出现，就要赢过魔鬼的作为。撒旦退去吧，因为迄撒旦咧骗咱。互咱常常靠家己想要用想的来赢过所有的问题，有可能无？
无可能啊！所以我开始安怎，将内面所藏的迄个恶毒的种子、惊吓的种子、失败的种子、想要变盘的种子，开始安怎一项一项单掉，开始换啥物种子？我靠着迄个家天我开力的，我凡事拢会做。无论我拄着巴掌，也是枵餓，也是欠价，也是丰盛，随时随在，我拢得到闭关。我靠着迄个家天我开力的，凡事拢会做。我受苦，原来是一个好的事啦。为着要叫我搁较认捌上帝啦，去看见我愈软弱的时，上帝就伫我内面啊啦，愈刚强。我软弱失败，我一塌糊涂，上帝的能力就伫我内面行出来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兄弟姊妹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爱互上帝的能力对你内面行出来。所以我要讲，栽种什么？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应允无论偌济，你耶稣基督内面拢是是的，拢是实在的。所以耶稣本来是富足，为着咱诚做颂香，叫咱因为耶稣基督的颂香，互咱诚做富足。兄弟姊妹，你爱好业无？我讲我足爱好业，你知？因为我算颂香过，我拄着需要钱的时过，我嘛看见人的需要，我口袋拿不出来的时候，所以我真毋茫我好业，总是我相信，因为耶稣，上帝已经将天顶所有一切属灵的福气，已经赏赐予咱啊！你知毋知？以弗所书第1章。所以，因为咱有即个做囝儿女的权柄，所以咱有领受耶稣基督的丰盛。所以以弗所书第1章第14、50讲啊啦，最后咱要甲耶稣基督合做一个啦。你去查圣经是毋是安尼写？所以咱甲耶稣基督合一的时，你嘛我嘛大概阮查某囝就爱甲阮太太去买物件，为什么？因为伊爱买衫较贵吼，阮太拢会出钱。所以后摆你若要买物件吼，来甲我招阮太太出来。毋过你毋是阮太太的查某囝啦，伊袂甲你出钱啦。毋过兄弟姊妹，你是毋是上帝的囝儿？你是毋是上帝的查某囝？上帝甲你出钱无？通过耶稣基督内面，咱领受耶稣基督的丰盛。安尼。你对即个信仰有愈来愈欢喜无？咱每一礼拜拢会逐工会祈祷讲，愿你天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即食伫地，伫天里。上帝讲不在乎吃喝，上帝讲乃在乎公义、和平、甲圣心内底的喜乐，对毋对？上帝讲无在伫言语啦，讲一大堆空的啦，乃在伫上帝的权柄甲能力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逐工祈祷即个主祷文的时，就是要求上帝通过耶稣将上帝国的丰盛进入到咱的生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有没有前人啊？什么前人？权柄甲能力，奉耶稣基督的名会赶鬼，试看卖好无？免惊，毋过我开始的时真惊。爱训练啦，真的要训练。头一项你都爱知啦，认捌耶和华上帝的荣耀，要遍满全地，敢若水遍满洋海共款。所以你爱知影去认捌上帝，认捌上帝，就是爱栽种上帝的话，甲上帝的话食落腹肚内底。所以，雨对雨势对天顶落来，对毋对？互土地，互得到滋润，互种子安怎用个发芽，互野种的人有种通啊食。我足爱看美国迄个大的迄个农田啦，即个种出来迄个蔬菜啦、水果啦，爱用迄个收割机去收割，足爱看，有够水。我嘛爱去台东看迄个稻啊，
绿油油的一片，稻穗安尼低低的安尼，上帝实在有够伟大啊！所以，雨势对天降落来，滋润所有的土地，互经济发芽结实。上帝的话对天落来，嘛无白白安怎倒转去，要互找见伊所欢喜的人，送是伊所欢喜的人。咱在座每一位拄好有举手讲啊啦，你是上帝的囝儿女，对毋对？拄好有人无举手，无可能佫一摆佫举手，不要紧。咱每一位拢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，咱会用领受对天顶来，上帝互咱逐款的丰富，你爱信啦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未见之事的切记。当你若开始信了，所有代志就发生啊啦。伊要提牵上帝的话对天降临了，伊要提牵咱遮的伊所欢喜的人。咱每一位拢是伊所欢喜的人，莫去互魔鬼骗哦。拄仔耶稣徛伫圣殿顶头，魔鬼无法度赢伊哦。拄仔耶稣40天无食饭，魔鬼无法度赢伊哦。所以伫遮要甲咱讲，魔鬼一直甲咱骗，伊是安怎？魔鬼就是说谎人之父啦，讲白贼的人会老爸啦。魔鬼敢若苍蝇咧，伊专门咧食臭物件，所以你心内所有的臭物件吼，弹掉，互上帝话进入。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利的。我对恁所讲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你爱互家己安怎？话语充满伫你的腹内。所以约翰3书20讲啥？我爱你凡事兴盛，身躯健壮，亲像灵魂兴盛。兄弟姊妹，你爱凡事兴盛无？爱。你爱趁着钱无？爱。你爱兄弟姊妹甲你真好无？你爱囝儿查某囝甲你真友好无？真有成就无？你上帝应允的话啊！你爱身躯健康无？吼，看别人拢知嘛，对毋对？亲像灵魂兴盛，灵魂要兴盛，你就是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，通过祈祷，你甲上帝结连，甲耶稣合一。我后来迄台车换掉啊，卖掉啊，我毋敢阁驶啊。我请3摆拖车，你路中甲我车拖去修理厂。我逐摆坐迄台车的时，我会足紧张的，毋知当时佫会 stop。你路中间，我换一台车，用个放吼，我的手机啊吼，放在迄个充电板上面，不用插电。有奇妙无？免用线咧。我直接我的手机啊放在充电板顶头放落，就开始充电啦。兄弟姊妹，当我逐工早起跪伫上帝面头前的时，我无炸电线去接去上帝面头前，我跪的时，上帝甲我充电。我要来遮讲道，我就准备心安怎准备？我毋是去看册啦，我嘛毋是啥，我就跪喺上帝面头前，上帝伊将意念互我，互我知影。今仔讲的道，我一来我就感觉讲，咱兄弟姊妹中间有人需要帮助，因为伊脑筋会常常飞来飞去，伊想要用脑筋控制伊的身躯，控制袂掉，结果伊的身躯嘛投降啊，失败啊！兄弟姊妹，咱需要伫上帝面头前栽种上帝的话，检测咱会拄着病痛，有人伫癌症的中间。有人拄着人的攻击，有人拄着身躯的困难，有人拄着感情的困难、家庭的困难，要安怎？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内面。你人无法度，你上帝凡事拢有法度。你信的人，凡事嘛拢有法度。你有信无？我信。我以前做牧师了，我感觉讲，敢有可能上帝会安尼？敢有可能上帝是安尼做？后来我完全上帝话安怎讲，我就安怎信，伊嘛安怎成就。我1年前开始去捌你一个自助餐店买自助餐，我看去头家有当时还甲人烧冤家啦，
后来我就对这个头家真有兴趣，我就甲伊学了几句啊。后来伊又较伊咧卖自助餐拢排队呢，哇排足长个，一摆排队拢20-30个，我拢毋是，我若10点去的时候，我才会去买啦，因为免排队，一2个人安尼啊。但是11点我就袂去排队啊。后来我3点去，我就甲3点伊无卖啊。我3点去拄着伊休困啊。我甲头家讲，头家你足重要的呢。伊讲为虾米？你看，你有偌济人食饱，你若无卖，足济人无法度食饭呢。哦，把手紧起来啊！我甲伊讲2-3句安尼啊。我搁过2个月，搁去一届。过2个月，搁去一届。后来，我找一个机会，等伊做自助餐卖完的时候，我就车顶后壁放两个迄个哈密瓜，我就去送头家讲，头家啊，感谢你哦。大概吼，我若去买便当吼，比如讲3项菜对毋对？啊，1项主菜对，伊就搁甲我放一个，讲牧师，即个青的较好食。我讲感谢你加，大概拢加互我食啦。啊，我送你2粒哈密瓜，足大粒的。伊讲哇，这个足贵哦，不要紧，因为你足听话的。好，搁过2个月，啊，搁要一箱水蜜桃，内底8粒，我搁赶去啊，3点，伊下班我赶去啊。伊讲，你来送我这？我讲上帝是爱，目屎连落来。上帝是爱，是毋是上帝的话？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第4章，上帝就是爱，目屎连落来。搁过2个月，啊不，迄届我就搁扎一本圣经互伊。我讲吼，即个头家忧郁症啊，忧郁症几多年啊？当我咧甲伊讲的时，伊7、8、10岁妈妈听着讲，对，伊需要。我甲伊讲，咱来信耶稣。我讲吼，你逐工吼做一项代志的时候，做一项代志就好。你拍开圣经，我送伊一本新的圣经，我就献互伊。约翰迄个4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讲你若伤长的时吼，不要紧，甲我共款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好啊。我无欠缺，无欠缺啥？无欠缺健康，无欠缺钱财，无欠缺好的人际关系，无欠缺好的人客。伊听到足欢喜的，我就拄互伊啊。我敢若礼拜几前3天，今仔进前3天，我就搁去啊。我看抑搁咧包便当哦，搁有人订较济个，我就找伊讲啊。伊甲我讲牧师，我看无呢。我讲正常的，但是吼，你若看无不要紧，逐工哦，早顿、中昼、暗顿，你就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我搁甲伊讲，无欠缺啥？无欠缺钱财，无欠缺好的人客，无欠缺健康，无欠缺好的人际关系，无欠缺好的环境。伊甲我讲，牧师，我最近有较好啊呢。兄弟姊妹，一句话安尼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，因查某囝嘛有忧郁症。兄弟姊妹，一点仔关心，1、2句话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，产生了遮尔大的变化。我甲伊讲吼，最近有一个人吼来找我，是读新人医的时，迄个姊妹甲我讲，我的学妹伊讲，老师，我想你20-30年啊，一直想要找你。我想讲，迄是好诶啊，歹诶安尼。伊甲我讲，我最近较有能力啊啦，所以我要找你啦，请你食饭啦。6月底，伊就甲我约，伊带伊的爸母来，甲我约伫8日，因为我迄天有去一个教会讲道。伊甲我讲，你读新人医的时啊，我甲伊帮忙过，啊，伊记咧伫心内，因为当初伊做学生较无嘛，啊，我甲伊帮衬过。伊就甲因妈妈
两个人去等我1、2点钟久。我到的是哇，因妈妈足欢喜，因爸爸足欢喜，甲我分享因的信仰的经历。即个姊妹甲我讲，伊安尼念我20-30年啦，家财是好的，毋是歹的。我就甲迄个捌你的自助餐头家讲，我竟然有发生即款代志呢。伊讲牧师对啦，我嘛想你2个月无来啊啦，毋是想我啦，是想咱的上帝啦。兄弟姊妹，甲上帝的话存记你的心板顶头。嘛最近的代志，佫一个姊妹暗时也困袂去，伊甲我讲，牧师我爱食安眠药啊呢，40岁查某囡仔尔。我讲吼，来。耶和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客。伊带我倒伫青树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互我的灵魂精英，为着家己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手跳一个，伫我对敌的面头前，伊为我白色宴下。当阿兰人去攻击以色列民的时，123，伊的罗卜看，哇！大兵大军，遮尔侪人为着咱啊，老师啊，要安怎？123祈祷上帝开伊罗卜的目睭，一看火车火马，比因阿拉人佫较济为着因，哇！伊就放心啊。结果123祈祷上帝讲，上帝互阿兰遮军兵目睭昏迷啊，伊就带因到去撒玛利亚城去。到撒玛利亚城，以色列人看讲，哇！你嘛要安怎？要甲因杀吧？然后我上帝讲，这毋是恁用一兵一卒，用刀用剑甲因掠来的。恁着爱扳倒请人客，毋是请人客，扳倒请对敌。哇！有影扳倒呢，遮个对敌食了后吼，就毋敢来啊。竟然你烧台中间用去食青草的，伫我对敌的面头前，你为我白色宴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面对着足侪对敌的，但是毋是迄个人甲你对敌，是迄个后背啊的黑暗的款式。所以我要甲咱讲，我甲我太太拄着足侪代志的，人来攻击，总是伫我对敌的面头前，我为我白色宴下，阮用好来对待你。最后，这个人反倒转用好，搁较好来款待阮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恁若无肯了解人，上帝用遮尔大的疼来疼咱，咱过袂。所以当咱若了解人，上帝嘛了解咱，人嘛要因为咱的了解，伊得到改变，用好来报咱的好。所以，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内面，无论你拄着病痛的人，你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内面，不要再想讲，我即个感情袂好啊，袂好啊，袂好啊。你爱讲啥？耶稣受的刑罚，我得到平安；耶稣受的鞭拍，我得到医治；耶稣赦免我的罪，医治我所有的病痛，用逐款的好物祝我的心愿。你莫逐工爱想讲感情。你爱虽然讲你有影确实是安尼啊。有影确实是问题啊，忧郁症确实是安尼啊，拄着人的压迫确实是安尼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会想啊，毋过你改变一下。我靠着迄个家庭我开力的，我凡事拢会做。约翰一书，约书亚记1章8节，即个律法册毋通离开我的喙，恁的思想，谨慎。遵守，伊互我道路行通，凡事顺利。诗篇第1篇，既然爱耶和华律法的人，恁的思想，伊就要亲像树在你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。大树来，伊嘛毋惊要结果子，表示啊健康啊。所以，甲上帝的话不断的想，毋好去想迄个垃圾的，互你困袂去的。当然啦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得欠客。毋通惊，约书亚记1章第7节，你着爱勇敢壮大，毋通惊。无论你去到倒位，
我上帝要甲你同在，放伫你的内面。上帝有影住伫你的内面，对你信了后，圣神就伫你的内面，爸嘛住伫你的内面，囝嘛住伫你的内面。所以你爱学习安怎？放上帝的话，毋好放你家己的囝，毋好放你家己的忧愁，毋好放你家己的问题。有一摆有一个姊妹，大学教授，伊甲我讲：牧师，我感谢你。我讲感谢啥物货啊？伊讲吼，我甲我的2个囝关系无好。毋过你甲我讲一句话，讲吼，你先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，你的囝就自然甲你有好的关系啊。当我甲伊讲了后半年，伊甲我感谢牧师对我所讲的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种上帝的话伫你的内面，就是种上帝一切丰盛伫你的内面。试看觅，咱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落你，因为你是真实的，也通过你的话帮助阮，你的话救了阮，你的话医治阮，你的话互阮的灵魂精英，你也通过你的话道成肉身来到阮中间，互阮丰丰富富领受你所想事，活泼好水佮好的生命，你用达款的好物来祝阮的心愿，阮感谢落你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通过耶稣。逐工用恩惠之爱来款待阮众人，来款待后部教会。感谢基督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